呢組 L 型櫃真係好澎湃，呢度有個我覺得好特別嘅位嚟嘅喎。等陣先，好似太快啊過得。Hello， 我係 Hazel，今日帶大家開箱一個好特別嘅全新樓。聽講屋主係超級 Marvel 粉絲嚟嘅喎。係啊，嗱，今次咧想帶大家睇下咧，我哋點樣幫屋主咧輕裝修、訂造家私，去設計一個咧舒服得嚟咧又有個人品味嘅單位啦。好，即刻上睇下。呢個門口係一個 L 型玄關位，設計咗一個中空鞋櫃，放鎖匙、電話、細細件嘅嘢就啱晒。係啊，玄關位做咗一個上下分層嘅儲物櫃，下層就係放屋主嘅鞋，因為咧係兩個人住啦，所以鞋量就唔會好多嘅。中空位咧放下鎖匙、銀包啊等等呢啲出門嘅物品啦，而上層咧都做翻個薄身嘅儲物櫃。轉角位做咗弧形嘅設計，望落去咧舒服得嚟，又冇壓迫感。呢組 L 型櫃真係好澎湃。最上面用咗燈槽帶油光，成個飯廳都好舒服，好寫意。所以呢一組 L 型嘅櫃咧就成為咗成間屋嘅主力收納櫃啦。上方唔做到頂，留翻個位做翻呢個滲光燈槽，可以做到咧無主燈效果，又唔會覺得壓迫。呢個位好靚啊，仲有美國隊長嘅品牌。呢度好整齊咁擺晒啲模型，超有主題感。冇錯啊！呢個美國隊長盾牌就係屋主嘅私人珍藏嚟嘅，我哋特登預留咗一個展示位俾佢啦。隔離咧做咗一個直身嘅展示櫃喺度，都係度身訂造嘅，用木色、奶油白色，再加翻少少藝術漆嘅質感咧，令到整體更加有 Marvel 嘅風味啊！呢度有個我覺得好特別嘅位，原來係一對暗門嚟㗎。閂咗門之後，同埲牆一體化，完全睇唔出入邊係走廊嚟㗎。屋主就話唔想喺客廳咧見到走廊，所以我哋就將本身嘅走廊入口位咧改成一個條子嘅暗門啊！閂埋門之後咧，同埋客飯廳嘅木紋櫃咧，完全咁樣融合一齊，保持翻整體乾淨利落，視覺上咧更加連貫啊！主人房雖然唔算大，但係一入嚟感覺好整齊，而且收納位都好足。係啊，其實主人房今次最難嘅咧就係就翻張床同埋衣櫃嘅擺位啦。屋主咧雙人嘅電動油壓床，加翻半級地台。到頂嘅一個衣櫃啦，一次過解決晒所有收納嘅問題啊！呢張床仲可以自動升高㗎，入邊係超大嘅儲物位，好方便啊！係啊，床下邊可以放一啲棉胎被鋪啦、換季嘅衣服啦，一間細屋咧就最啱用㗎啦。而且撳一個掣就可以輕鬆咁樣打開翻，攞到裏邊嘅物品啦。呢個開放式掛衣櫃，翻到屋企啲外套就好快有位掛啦。我哋今日就係開箱到一間又舒服又有個性嘅 Marvel 新屋。係啊，嗱，如果你想用低預算打造理想家居嘅話咧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。記得 follow 我哋 channel 啦，一有新片咧第一時間通知你。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